蔡康永的情商課，為你自己活一次。第10課，表達情緒不是在展示權力。如果能夠將情緒當成理所當然，而唔係特權，先至有可能將情緒納入日常生活，自在咁生活落去。我有一個朋友，佢係明星，亦都係一個媽咪，有一個小朋友喺度讀小學，佢逐句咁教識佢嘅小朋友背咗5首唐詩。當我去到佢屋企食飯嘅時候，佢要佢嘅小朋友將呢啲唐詩背俾我聽。我飯都未食就要聽唐詩啦，就好似仲未攞訂金就要先工作，真係是可忍孰不可忍啊！呢位太太，李白同杜甫都死咗1200幾年啦，你屋企嘅小朋友要背佢哋嘅詩，亦都唔爭在一餐飯嘅時間啩？俾小朋友食飯先啦。小朋友原本就唔情願，呢個時候一見到有人聲援佢，就立即表示唔想背詩俾客人聽，估計亦都係隱約感覺到我冇興趣啩。哎呀，你乖啲啦，點可以咁冇禮貌噶？真係唔明白冇禮貌同背唔背詩有咩關係啊？大人話小朋友時時都口不擇言，鬧咗先再算噶。我哋就食咗飯先啦，食完再講啊。你要乖啲啊，唔可以咁冇禮貌噶。小朋友終於都乖乖咁背詩，我亦都乖乖咁坐喺度聽。聽完當然要讚賞一番啦，主要係讚賞明星媽咪嘅傑出教育。好乖好聽話，BB 係最聽話嘅，媽咪錫晒你。明星媽咪充滿愛咁抱下佢嘅小朋友，放小朋友一路睇卡通片，一路食晚餐。我望住呢個媽咪，佢即刻瞪大眼望住我，仲先下手為強咁講：你哋係唔係要批評我俾小朋友一路食飯一路睇卡通片啊？哦，冇啊，你點樣教你嘅小朋友其實唔關我事噶，我可以食飯未啊？咁你頭先個眼神有咩意思呢？我嘆咗一口氣，放低對筷子。你啱啱抱住你嘅小朋友話你最愛佢嘅時候，你仲記唔記得你稱讚佢啲乜嘢啊？當然記得啦，寶貝係最乖最聽話嘅。乜嘢呢？做乜嘢啊？係我嘅小朋友唔乖唔聽話？你話你好愛你嘅小朋友就好啦，點解你要將聽話放喺愛嘅前面呢？小朋友唔聽話，你一樣都愛佢哋噶，唔係咩？我哋每個人都從細就聽慣咗爸爸媽媽咁樣稱讚我哋一早就已經接受咗啦。一個所謂嘅好孩子就係一個乖孩子，而一個乖孩子呢，就係一個聽話嘅孩子啦。但係我呢個明星朋友嘅孩子係做咗啲乜嘢而換得聽話呢個稱讚呢？小朋友係靠住壓住自己嘅唔情願先至被稱讚聽話嘅。所有嘅小朋友都會因為害怕而唔去睇牙醫噶，因為厭惡而唔肯食菜，亦會因為怕醜而唔肯喺客人面前表現。如果佢哋勉強將佢哋當時嘅害怕、厭惡、怕醜都壓住同埋隱藏起嚟，佢哋就會被稱讚為聽話、乖，同埋被認定係一個好孩子。你而家喺度同我計較啲乜嘢啊？小朋友能夠將嗰啲不必要嘅感覺同情緒都壓落嚟，唔係好值得稱讚咩？咁樣被稱讚住長大，將來可能會覺得所有呢啲唔討人喜歡嘅感覺同埋情緒都係又冇面又麻煩嘅嘢，然之後就會成為咗一位成日都要諗住壓住呢啲情緒嘅大人。咁樣唔係就表示佢嘅情商好高咩？你覺得咁樣就係情商高？係唔係委屈咗自己啊？當爸爸媽媽對小朋友講你真係激嬲咗我啦嘅時候，爸爸媽媽係理直氣壯咁承認自己係有情緒噶，而且情緒好大，而情緒咁大嘅大人緊接落嚟責備小朋友嘅下一句說話，卻就係你呢個小朋友點解咁唔聽話？責備對方唔聽話嘅意思就係我可以有情緒，但你就唔可以有。呢個好玄妙。當光波或者聲波遇到阻擋嘅時候，一唔係就折射，一唔係就會穿過佢。但係生氣鬧人嘅爸爸媽媽送出去嘅強烈情緒波浪嘅時候，就要求小朋友唔可以折射，唔可以穿透，而係要求小朋友吸收呢啲嚟自大人嘅情緒。小朋友唔單止要親身體驗爸爸媽媽嘅情緒，仲要同時抹走自己嘅情緒。咁樣嘅教育就係話俾小朋友知，情緒係一種特權。想要有情緒，就等你捱過變成大人嘅時候先再講啦。小朋友如果抱住咁樣嘅態度長大，應該會覺得自己唔應該有情緒，就算有，亦都要收埋起嚟，等到自己可以對其他人發脾氣嘅時候，先至讓情緒充分咁發洩出嚟。或者有啲小朋友被爸爸媽媽咁樣對待，轉過身就會咁樣去對待生活裏面服務佢哋嘅人。咁樣嘅養成，將表達情緒當作為權力嘅展示。啲買樣嘢、食餐飯都可以對服務人員大發脾氣嘅人，恐怕就係誤會咗情緒嘅意義，以為邊個有權，邊個就可以有情緒。生活裏面好多人同我哋並唔係權力嘅關係，冇上下之分。朋友之間、戀人之間、同事之間、同學之間，都可能唔係權力嘅關係。面對呢啲平等嘅人，我哋嘅情緒應該點做好呢？
佢哋嘅情緒又應該點算啊？如果能夠將表達情緒當作為理所當然嘅事，而唔係特權，先至有可能將情緒納入日常生活，自在咁活下去。有好多創造咗一時話題嘅暢銷書，等到流行過咗再睇，難免會覺得過時。但如果多年都好流行，咁就會成為經典。心理學家高曼20多年前轟動一時嘅暢銷著作《EQ》，作者特別為中文嘅譯本寫咗一篇序。佢喺序裏面提醒華語世界嘅父母，雖然善於督促小朋友將考試考好，將公司要求嘅工作做好，但卻喺教養上非常之忽略小朋友創造自己人生嘅能力。20幾年過去啦，《EQ》呢本書裏面講嘅好多事依然被忽略。我哋嘅基礎教育依然係教學生只對付頭腦，唔去對付心靈。幸好呢件事我哋可以自己練習，而且喺人生嘅任何階段開始都能夠感覺到咁樣嘅練習嘅收穫。你越嚟越會安頓自己嘅情緒，對重要嘅人識得在乎，對唔相關嘅人亦都會識得唔在乎。換句說話講，就好似河流容納倒影同水滴，接納情緒嘅存在，成為情緒嘅主人，而唔係莫名其妙咁一世當情緒嘅奴隸。